本國電子商務平台 Shopify 因為出現技術嘅問題同埋人為錯誤，幾乎令到卑詩省一間嘅公司損失達2萬蚊。張桂葉報導。據 CBC 報導，喺卑詩省維多利亞經營3家咖啡店嘅華裔商人 Chili Chin 同2名朋友喺電子商務平台 Shopify 以 Whitlow 帳篷公司名義銷售一啲從中國購入嘅圓頂帳篷。去年5月以18,113個9毫嘅價格向安省一名買家賣出咗10個帳篷，但係因為疫情同山火延誤收貨。該客戶向佢嘅銀行發出類似退款嘅拒付通知，正當退款獲批冇耐，帳篷就喺9月下旬運抵。隨後商家向 Shopify 發送充足證據，證明貨物已經交付，但係 Shopify 冇轉送相關資料俾 BMO 銀行，令商家無法取回費用。對此 Shopify 發言人透過電郵回覆，經調查後發現，由於技術問題同人為錯誤，並冇將商戶提交嘅文件轉發俾相關銀行，並已經向 Whitlow 道歉。